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。谢谢哦，生日快乐，大家好！感谢大家来现场来听我唱歌。我若住伫外口无看到举手的人，我今日来听我唱歌举一下手的。哎呦，感谢你，感谢。好，安尼我第一首都来一个足特别的歌，阮主唱的是邓丽君小姐，有一首歌叫做《千言万语》，你们会唱吗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好，我等下唱我的版本，嘛会唱国语版的，等下做伙唱，都来这首《千言万语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手在那个拍开吼，手机爱手在那个拍开，一定要用手电筒把它打开。咱再来真济人有用，咱个请咱的音控啊，咱直接用起来咧，吼。咱来试看卖。咱先来唱国语的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爱是花的开意，也是你的意，千里海相随，花花千山万水，情可贵，你相思。将阮当作你的意，千言万语，化作一部爱的唱诗，爱的千回回，让人情归万。千里海相随，为行千山万里，我每天都在祈祷。一起唱，快跟走爱的情话。谢谢。一个温暖对上的是不是5个人？哇，我们请富凯跟上魏元哲老师。是几分？分数几分？25分。哦，谢谢，25分。今仔是富凯派这个卡棒，这个背包，这个书包，我跟你讲，special 啊，special，我很多来安神话慈济，
然后呢，师兄师姐就认真的讲要带我去参观一下，我就去地下一楼，伊讲吼，我们有一个叫做不同凡响，不同凡响的不就是这个不呢，他们回收了很多阿金嘛，这几人旁边就这些五瓦口，五个钱包掉的弹雕，就浪费了，他们就把它再生利用，做了这个些小包包。哎呦，所以这是我们善化巧艺坊的师姐师兄们一针一线缝出来送给富凯的。对，来，我500块开始竞标啊！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今天不义卖啦。哎，那我看到一个，怎么跟我的胸前这个爱这么的相同啊？一模模一样样，我们都有爱。哎呀，这个是您送我的。我今天有带一个，我怕你没带了。要不然你再给我，把它放在这边2个爱好了。相相对对，把你货柜货柜相修，吃霸气。是的。哎呀，来，咱来报告一个好消息。今仔日咱时间来到8月19号，大家知影无？9月17号这个日子啊，very special， 非常的无共款啊。哎呦，这礼记，我甲你报告，我知影你迄几工可能伫日本，所以今仔日提早伫台南甲你庆祝啊。我嘛无摆到孙子孙孙甲你传家庭多啦，因为我感觉讲安尼哦，你就低调，你摆做这种代志，阮就大家用歌声甲你祝福就好啊。我来公生节。富凯下个月就生日了，我们今天先帮他暖寿好不好？先帮他庆生啊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就庆祝不了啦。Happy Happy Happy Happy， 1、2、3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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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日是母难日，对，富凯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说？哎呦，我昨天才刚打电话给他，对，因为我现在每天都规定自己一定要打电话给他，所以呢，因为呢，他现在一个人在岐山，那我希望他就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也希望说，不管我到哪个地方做演出，我都会跟台下的朋友分享说，不管你他乡还是讲住伫北部的附近，还是住做伙，恁咧做工课，还是讲伫外口咧打拼，会当逐工敲一通电话，登去户厝内底啦，问好嘛好。那如果想回家，我们就回去看一下家人。对，我最近帮一个电影唱了一个主题曲，对哦，蓝河，对。这出电影我希望大家后个月若有用，会当去看卖啊，因为伊是咧讲白景情的电影。拍摄的地点拢伫咧高雄。我可以唱一下这一首歌吗？当然是你的作品啦。其实我没有准备，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是非常棒的歌。我来唱一段。阵阵南风了解阮的苦衷，如今家乡已经变做他乡，望恁身体健康，期待搁再相逢，敢会当原谅少年时的懵懂，心情放松，追求我的理想，原来思乡嘛是一种力量。不行得真沧桑，时间莫遐尼长，搁予我看着恁面上的笑容，同齐做人好。哇！真正的金曲歌王，无任何的伴奏，你看，嗨！而且今仔日啊，要感恩两位。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，除是除了妈妈以外，今仔日我看到两位坐伫迄个所在。哦，这两位是我生命当中，这段路是，我要对高铁来到咱的生活主席，这段路是因两个护送我来，护送我来。其中一位都是你的干妈啊，一个是姐姐，一个是干妈，对，谢谢。我欢迎来自高雄的两位师姐，春姐师姐、苏兰师姐，感恩两位。今仔日富凯有因缘坐伫是嘛，徛伫这个所在处，像
歌嘛，感恩这两位的。是，感谢感谢两位感恩的，感恩。谢谢。不敢，说实话，这个难得来显华这个所在哦。对。啊，拄啊嘛，我真正爱听你唱歌。我知影你今仔歌单用了非常用心，有这个台湾台语歌嘛，国语歌对无？对，国语歌，俺都唱了完嘞。妈，我聊魔神哦。魔神吗4减1，3首，还有3首，还有3首歌，接下来3首歌都是台语歌，拢是台语歌。哦，所以千言万语已经唱完了。已经唱完了，耍了要唱这首歌呢，很多公了啊。母难日嘛，然后这个月又是那个吉祥月，对，7月吉祥月要孝顺父母。对，那我带来一首，这是我第一张专辑的内歌曲，是我妈妈的歌，叫做《阿母的青春》。阿母的青春，对。哇！我咧跟活动，我想讲，我要甲大家分享啥物？我希望大家拢会当有我家己的爸母，所以选《阿母的青春》这首歌。千拜万拜，我甲爸母讲一声。因为世界上有2件事情不能等，就是行孝实在。对，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许富凯，谢谢，谢谢感恩。好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出门，每人洗衫，每人煮饭，天光到黄昏，双手家人犹未顺，山花的相分，我的心酸，要甲啥人来讨论？我人生。拢那要困困，有阿公厝的一条路灯，是个人分，讲有人有份，但是一个会人长，想着伊的温存，用情义的我青春换来满面的骄傲。真情苦楚无怨无分，有一个岁月人生白骨问，有缘嘛无过胭脂水分，为了个人幸运，万过淡薄自尊，自我打拼拼着缘分，回乡看见阿母挂念头门，才知年老已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热情的掌声，非常辛苦，非常辛苦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看人生日开打天，拢老咧困困，有阿母厝的一条路。是个人分，讲有人有份，但是一个会人长，想着伊的温存，用一支的好青春换来满面的骄傲。啊，伊的青春。
题哦，跟我一样快要40岁的朋友，请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市长朋友们，我那个人不一样的，把照回我讲一个，当照回，70个，嘛唔承认哦，80个我看一个，今仔有年会上大伫现场哦，几岁？90几？97。我来给你阿嬷，我这背包上。哇！阿嬷，我来报告，我拄仔讲唔对去啊，这是许富凯家己金钱出来买，要送你的礼物啦。谢谢。阿嬷，而且你讲有感觉讲有一个爱啊，我来甲补一个。哇，阿嬷，咱甲阿嬷祝阿嬷身体健康120。万事如意，120，身体健康，感谢。恭喜你呢！我今仔无听着，我得到礼物啦。谢谢，感谢。阿妈，请坐。坐啊，食得人听，坐啊好，身体健康无烦恼。真正。阿妈，你坐家己啊，叫咱富凯趁钱趁济，坐买菜买厝买土地啊了。买菜买厝买土地。真好。啊，今仔咱这个听广播，这个大家出招啊，现金拿袂完了哇！太可爱了。我摆落去富凯时间，互伊唱歌，我看你边仔听就好吼，因为时间真宝贵。真的吗？时间真宝贵吗？今仔无赶时间吗？我今仔有较无赶时间，不要紧，慢慢来啦。时间太过，我会当我可以坐个地头啦。你要讲大家，富凯花钱啊，但是你唔当花安可。我惊花安可，我但是伊唔花安可，我家己咪花安可。我伫个2021年的时阵，我出一张唱片叫做《时光》，10首歌叫《时光》。然后呢，这张专辑内底呢，拢是翻唱的歌曲，来唱按进前一寡愈歌手愈前辈的歌曲。那我今仔要带来这首歌呢，叫做我希望大家咱跟我做伙唱《纯情青春吧》，送给大家，会晓无？谢谢。来啊！我等下麦克亚较多音就对咧唱吼。我。
太亲民了。刚才有一个阿嬷啊，我甲你摕，我甲你摕，我甲你摕。对啦，我特别用这3C 产品来主动。啊，咱的妇科耳膜想吹一吹就是啊，年轻有为，又懂得孝顺，又懂得跟大家打成一片啊。所以这款的歌曲，咱真正该按赞，来该支持。感恩，感谢，谢谢。啊，阮下骹组织起来，我喺双声帮人收到的，但莫甲我谢谢恭喜，感谢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安尼，我想讲吼，第4首我来唱一个足可爱的歌曲，甲爱有关系。哎，对，恁敢会当比一个动作？有比无比哦，吼。好，我要唱这首歌，真温暖，叫做《米酒会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米酒会，谢谢。让我拍久一点。OK， 谢谢，谢谢主持人。来，练酒酒好不好？在遥远的港的下山，伊夜的天晴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伊就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里来充满了有你的空气，不惊为你笑阮这呢痴。久一点。
点，久一点，啊，比较快，我安尼摄影师兄师姐翕一个。10、9、8、7、5、4、3、2、1，谢谢。我名甲你变阿姨，来，我比赛。会用的吼，好来来。祝福我们的傅凯越来越可爱，谢谢，心中有爱。一直有爱。然后因为刚才很多人扣印啊，说可不可以跟傅凯拍大合照啊？啊，我的大猪大爷啊，拜托咱的真善美职工带，你台顶安尼甲你翕落安尼好无？啊，我拜托咱的林兴龙院长啊夫人，咱来卡这牌好无？啊，我安尼翕吧，啊，搁两位高雄来的善女子来，你条条信用向后传来，哦来，别过来啊，哦院长可以吗？来来来来来，给我来，来好，位置起来。啊，咱的孙鸟师姐来，啊，拜托真善美职工啊，位来，哦后边人行啊快快紧哦，凡走过必留下足迹哦，凡走过必留下足迹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来，按比一个爱心好不？爱心，来，大合照，佛光普照，吉星高照，天天都有好预兆，啊，好的来，拜观音照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再次谢谢许富凯，谢谢大家。好感动，好感动。我们祝福富凯生日快乐，每天都用父母给他健康的身体，做更多利益人群的事情，然后用歌声抚慰所有的人，鼓励所有人，好不好？知道吗？其实今天我有安排一首歌，但是呢，我只能用清唱的。我希望大家跟我唱这一首，叫做《送你一份爱的礼物》，我祝你幸福。无论你在何时，或是在何处，莫忘了我的祝福。谢谢。谢谢富凯，谢谢富凯。